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互咱过一摆自接来敬拜咱的主上帝。这时，请咱大家备办心，三甲来敬拜。
愿上帝怜悯阮，赐福阮，互伊的面照光阮，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万国中知你的救恩。上帝啊，愿列邦学罗你，愿列邦拢学罗你，愿万国快乐出声欢喜的声。这时，请咱大家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第170首，圣诗第170首，恳求圣神感动阮心，八主能力极深，你做先知热情源头，互阮经验会到。圣诗170首，请咱起立来吟。这时，咱由咱徛伫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大家齐声来念许多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亚多任内受苦。顶12架死埋葬罗永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的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三甲来启应上帝话，启文第18，启文第18，伫圣诗的后面第1031页，1031页。这是请咱三甲来启应，愿上帝怜悯阮，赐福互阮。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愿万国快乐，唱歌欢喜，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
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万民拢学了你。土地有生产五谷，上帝，我的上帝有祝福互阮。愿上帝祝福互阮。愿天的万民拢敬畏伊。咱领受上帝恩典的话到这，愿上帝祝福互咱。这时，请咱大家三甲额头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今采起阮恭敬来到你的宝座前，真心诚实来敬拜你、学罗你。你是天地主宰、宇宙万物的神，你掌管一切，你赦免阮一切罪，互阮伫基督内面成做新造的人，互阮的生命有盼望、有平安、有喜乐。互阮会当伫你的内底享受一切丰盛的平安，阮感谢你，主啊！因为有你的保护甲看顾，互阮每一工拢会当倚靠你、亲近你。毋管有内在也是外在的艰难，有主你甲阮同在，互阮袂感觉孤单甲惊吓。因为有你，阮的心会当平静，会当安慰。因为阮知你的恩典永远是够阮用，嘛永远有够额。主啊，阮嘛求你来保守阮，互阮会当莫贪图世俗的物质的享受，莫想体贴家己的肉体，因为这看会到的，拢是暂时的。请你帮助阮，互阮会当尽心、尽性、尽意来跟对你，来搁较认捌你，互阮会当行伫你合你心意的道路顶面，成做合你所用的器具。主，阮要为世界和平来祈祷。主，你是和平的人君。求你来引带甲看顾，保守显明你的公义甲仁爱，化解人甲人中间的怨恨，民族甲民族中间的仇恨，甲宗教的排斥，互公义来得胜，互和平早日临到。这时也要为台湾来祈祷。虽然阮的国家受到中国军演的恐吓，甲国际的打压，阮的邦交国哪来哪少，也无法度参加国际组织。但是，阮总相信，主你有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好。主你要坐伫天顶的宝座，你是人类历史的主宰，也是世界每一个政权甲政治人物的主。台湾嘛，只有倚靠主，才会当伫国际行出艰难的环境。但阮目前看见，台湾有侪侪乡亲同胞也袂捌主你，生活伫惊吓不安中。求主你来感动阮，想使阮兄弟的气力，会当热心。将福音传福音，互台湾成做主所祝福的国家。阮的教会若要感谢主你过去40年来的引带，愿上帝圣神亲自带领阮忠直同工甲众兄弟姊妹，有上帝的眼光，毋只互教会得到祝福，同时带领阮西湖教会成做万民的祝福。主，你是阮患难中随时的帮衬。阮兄弟姊妹中间，若有身体欠安的、心内软正的，求主你医治，
甲扶持，听见因的祈祷甲患难中的哀叫，求主你按照你的恩典、慈悲、旨意来成因的所求。同时，阮嘛要为无来教会敬拜兄弟姊妹来祈祷，无论因是工作上的无闲，也是身体上的欠慢，也是其他问题困扰，求主甲因同在，找圣神因带祝福因。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名求，阿门。这时圣歌队要带咱来献诗阿罗上帝。咱小歌队用水的歌声带咱阿罗上帝，愿一切荣耀归伫上帝。这时，请咱三角来听上帝话。咱今日要读的经节是新约哥林多后书5章第1节到第10节。哥林多后书5章第1节，因为阮知，阮伫第二步边的厝，若毁坏，就有对上帝所起造，毋是人的手所造的厝，是永远伫天里的。因为阮踮伫即个步边伫土块，毋只羡慕阮对天里的厝。亲像衫穿塌落去，若得着穿，就免脱目体。因为阮踮伫即个步边的拖磨土块，毋是爱脱起来，是爱穿塌落去，直到迄个会死的，互我吞落去。当陪伴阮得着即个。就是上帝，伊也用伊的神做定互咱。第6节，所以阮常常好胆，在阮踮伫身躯，就是甲主相离，因为阮伫行是对神，毋是对所看。安尼，阮好胆，也搁较欢喜离开身躯，甲主相甲踮。所以，无论踮伫身躯，也是离开身躯，阮所得意的，是互伊欢喜。因为咱众人的确着显明基督的工作前，互逐人照伊对身躯所行的代志，或是好，或是歹，来受报应。以上信息，愿主的话。成做咱的帮赞。
下面讲到，今日牧师要互咱的信息是灵性的生活，请牧师。各位下仔大家平安。平安。咱进入第3个主日，咱要讲着讲，啥物是咱一世人上好的投资？因为亲像广告拢会讲，投资有赚有赔，风险要自负。但是有几项物件是咱一世人会当投资的，并且即款投资你毋免去烦恼迄个小字。咱签约的时阵，下骹拢有细字，讲投资有赚有赔，风险要自负。但是这4项物件，咱连续讲到尽。4项物件，咱的身躯、咱的心、咱的灵，甲咱的关系，这4项物件，会当讲是咱一世人上好的投资，因为咱靠着信仰来投入，即款拢是上帝应允咱，绝对是会当互咱一世人得到利益的身躯、心、灵甲咱的关系。所以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的大声，咱先做伙额头来祈祷。慈悲疼痛大权能的主上帝，阮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你的话，就是记载伫圣经这一切的话。因为阮知你的话是真实，你的话也充满气力，你的话也通改变阮的心思意念。所以伫阮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的大声，阮做伙恳求主你的圣神带领阮的心思意念，帮助阮，互阮会当因为圣神伫阮内面做工，互阮听到就亲像对主你亲自听到。主啊，也恳求上帝你带领阮，互阮会当伫圣经信息分享的中间，阮无论讲的也是听的，都会当平平得到利益，得到造就。恳求上帝你圣神的带领，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落去遐这，实际上常常有人会提醒咱，就是咱生活重要的次序，咱爱抓正确。亲像讲，咱做人是大人的，咱敢是有可能因为工作为着事业，咱忽略着家庭的关系，也是忽略着咱囝儿的教养，也是讲咱伫真无用的生活中间，即款的无用，无论是为着趁食、趁衫顿，也是无用去佚佗。互咱所发现伫无用的中间，咱欠缺迄款互咱会当真正安静的机会。你伫遐无用，甚至困的时阵，头壳嘛伫遐转，你煞倒咧困袂去，因为欠缺安静的机会。也是讲咱即马因为网络，咱沉迷于3C 产品，抵到咱使用网络，一天开几若点钟、10几点钟伫遐使用网络。第一项影响的，就是咱欠缺运动，坐久了后，身躯的问题就愈来愈多。当然，咱若开伫网络的时间伤济，有时阵你会感觉你煞注意力无办法集中。你会感觉讲你有时阵会感觉心情煞受影响，等。生活中间先后的次序，
啥物是重要，啥物是次要，啥物是赶紧爱做，啥物是慢慢啊做无问题。咱常常会一无小心，就会将即个次序来拍乱着。但是圣经也一直提醒咱的，就是咱更较容易犯着的错误，就是生活中间咱过头注重物质，所忽略着咱的灵命。亲像讲，咱为着过三顿，咱为着追求物质，有人讲一出来食头路开始，就伫遐想讲，我紧欠钱，互我会当买一间厝，然后投机款欠有了后，佮甲四大人借一寡钱，你厝买落去开始咧，每个月为着要缴即个贷款，伫遐头壳疼，然后25档、30档过了后，你趁着一间厝，但你发现讲，哇，我无用半世人。好亲像无用拢为着即间厝，真正趁着的是银行。为着过三顿，为着物质追求，咱也忽略着家己甲上帝的关系。咱伫生活中间失去了方向，生活中间也欠缺灵性的操练，咱也无办法伫咱平常时的生活中间，会当看到物质超越物质的层面，有可能就到你无用一世人，你会感觉讲，安尼我一世人是咧创啥？好亲像拢咧为别人咧拍拼，我家己咧，直到后来，感觉讲一世人好亲像安尼一捌年就过，感觉。行过的路无啥物意义，因为咱忽略着灵性的层面。咱今仔日读的是《哥林多后书》这就是哥林多即个所在，即马考古的所挖出来的哥林多的旧的城市这即马观光拢会当去的所在。你若去土耳其，伊会带你去哥林多即个所在。留意下这，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经节，是使徒保罗写予哥林多的基督徒。上时也是要提醒咱的，就是咱伫生活的中间，咱爱注重着咱的灵性的层面。咱爱知影，咱人类，咱活地，咱上时咱有肉体物质的层面，但是人甲精神的无相款，就是咱有灵性，前几工有一个真短的文章伫网络，就是一个人类学家。伊常常问一个问题：人类文明对什么时阵开始？人类文明的从哪边开始？你会安怎想？以往历史课本安怎教咱？人类文明的开始，有人讲是文字啦，有人讲是迄个生活形态啦，拢是讲到这个物质层面。但是即个人类学家伊有一个真特别、真特殊的观念。伊讲恁伫考古的挖到的遮的原始人的腿骨，伊发现着，当伊会当找着古代原始人、古代的人的腿骨是长去了后，咱知影骨头长去了后，咱身躯会自然会修复。所以骨头长去，你若较侪的休困，甲伊固定，过半冬一冬，骨头就会接起来。当伫考古内底找着人的骹骨，有即个长去搁自然复原的，找着即款的骹骨，
伊讲这就是人类文明的开始。为什么？因为讲到动物、精生动物，因无即款野外的野兽，若骹长去，稳死的，袂走进，袂当去找食物，然后会互其他的动物来攻击。所以，伫野外的动物、野兽若骹长去，就袂活。但是，当人开始学习互相帮衬的时阵，你一个同伴骹长去，然后你开始知影来协助伊，来帮衬伊，来照顾伊，互即个人受骹长去的人会当休困，然后受照顾到伫骨头哥复原。这表示人已经甲野兽无共款，所以即个人类学家伊讲，当人知影彼此帮衬，当人知影帮衬弱势，这才是人类文明的开始。这才是将人类甲野兽做一个分别的开始。这叫做啥物？人的文明，人类文明，毋是干那会当干那看到物质，阁有一个灵性的层面，一个毋超越物质的层面，就是当人知影关心弱势，当人知影彼此照顾，当人知影讲人活的毋是干那顾家己，阁爱照顾着艰苦人。这才是真正文明的开始。当然，这个人类学家伊写安尼，其实嘛是互咱现代人来思考的，就是咱人类文明科技发展到即马，咱敢是袂记即了人做一个人所应该爱有的。咱的社会敢变成亲像野外的野兽共款，咱无过去照顾着社会中间的弱势，咱若敢若随人顾家己，安尼人活伫即个世间，敢是亲像野兽共款，野外的动物共款。这是一个这是一个人类学家济年来研究古代人类文明，伊得到的一个启示：当人知影照顾弱势，这才是人类文明的开始。因为这真正互人类甲野兽做一个分别，就是恻隐之心、同情心。你会晓同情软弱的人，会愿意牺牲咱家己。来照顾咱中间的弱势，这叫做人类社会、人类文明的开始。所以等于遐这，咱人类活的，咱活伫即个世间，咱常时爱关心着物质的层面，咱的肉体的层面，所以咱讲爱身体爱健康。身体若无健康，咱拍拼拢空。但是咱莫袂记住，咱有灵性的层面，这也是人类会当甲其他即世间的动物、野兽无共款的所在。咱有灵性，亲像咱看到有人受苦，咱会有同情心。咱也会用行动来照顾，所以当古代的人开始有同伴骹长去了后，然后咧，古代的人类开始知影照顾伊，互伊较复原，互伊伫骹长去无办法行动的时阵，犹原有物通食，有食物通食。佮保护伊无受野兽的攻击，这就是人甲动物的差别。同情的心，
无干那看家己，愿意照顾弱势。所以安尼想转来，咱敢是咱活地，咱的生命爱有一个平衡，物质、灵性爱有一个平衡，咱爱常时拢爱注重灵性甲肉体。所以，咱拄仔所读《哥林多后书》5章的一开始，保罗用大的厝，住伫厝内，甲住伫布平的厝、帐篷啦吼的差别，来讲人生命中间的灵性甲物质，也是讲肉体的差别，重要性会无共款。即个咧吼真重要吼，可能咱若少年的时阵有迄个全校大露营就知影以前童军一年还是一学期，我袂记起啦。全校大露营伫操场露营咱迄个国中的童军课就知影大天道来过暝。真好耍着露营啦露营真深色，一暗阁 OK， 2暗开始腰酸酸，你若3暗4暗你就挡袂牢。会记即叶牧师即个神学院最后一冬去迄个高雄新兴教会去遐斗3工神学生3年研究所最后一冬毋免实习，所以迄冬就去遐去拍工啦青年团契就办一个露营的活动，真正的露营伫溪边大天道因为拢爱事先有人去遐做先遣部队迄个有一个教会青年就开计程车的司机，然后是职业是开计程车，伊就招我做伙做先遣部队，前2暗就去。你知影大天道困4暝迄真正第3暝就挡袂牢啊！因为大天道歹困袂要紧露营区拢是安怎？逐个暗时咧开音乐开足大声对无？伫遐吵对无？伫遐开讲啦、泡茶开讲，要困袂去安尼4暝活动是3工2暝，但是先遣部队前2暗就爱先去。大天道第1工、第2工真深色，第3工、第4工就挡袂牢。这敢是亲像咱活伫世间，咱物质的享受，敢毋是安尼？你若一开始花天酒地。每一工暗时拢去应酬，一开始佫深色对无？食好料，啉好酒，逐个朋友伫遐，逐个开讲、佚佗、唱歌唱规暗。你若几个月、半冬一冬拢过即款生活，暗时应酬，规暝无困佚佗，过一冬你就挡袂牢啊！你就望我会当好好困。这就是讲到物质享受，敢毋是安尼？我想咱在座，咱平均年龄实际上拢超过拢可能有60以上啊。咱的社会经验敢是安尼？物质的享受一开始拢真好，你也当乐在其中。但是1冬、2冬、5冬、10冬、20冬、30冬，你会感觉你会足讨厌应酬。亲像打食头路，有机会去外国去出差，开会出差，开会3工佚佗2工，你会足欢喜。但是你若常常10几冬拢是过即款，接到命令就爱出差去外国，然后咧开会了，会当有小可游览，但是你会感觉
真忝，坐飞行机真忝，飞机餐足歹食。你会感觉我本来安排啥物代志，厝里是大人的生日，阿那达的生日，情人节，也是重要的日子，结果你爱出差，人伫国外，后来你就感觉出国出差真正一丝仔拢无好耍。这就是住伫报病的厝的意思。露营足好耍，露营真好耍，但是叫你久长拢住伫即个报病的厝，看你敢挡会牢，挡袂牢。对比伫一个舒适的厝，有可能咱平常时住拢感觉无啥物，但是当你若几若工去住报病的厝，伫露营区暗时吵要害。然后食物件无方便，去便所无方便，你就会开始想念即个舒适的厝。保罗就是用即个例，当然保罗家己是做报病的人，所以伊也用即个例，甲伊本身伫社会上的职业是有相关。但是伊用即个上帝的厝甲报病的厝来做对比。其实就有即个层面，咱若有捌去露营的人，咱就知；咱若有捌露营露到后来困歹、困袂去，涂骹佫重佫重，然后你露营了后转来，全身躯遮疼遐疼，你就知影保罗讲的即个举即个例的意思是啥物？人的肉体就亲像暂时大、暂时会当抵抗落雨、风吹的即款报病的厝，但是上帝守护咱的灵命，却是即个永远会当久长大的厝。保罗讲即个举例。灵性生活就亲像即个久长会当大的厝，咱的肉体、咱的物质生活就亲像报病的厝。这是保罗要互咱知影，人的肉体甲物质的生活，拢只是暂时的，但是常时保罗用即个例也甲咱讲。咱活伫世间，咱袂当完全脱离、忽略着物质甲肉体。为虾米？咱伫野外要过暝，若无即个报病的厝，你只有暗时伫遐压雨，也是暗时外口真冷，你伫遐互风吹，也是你伫暗时，若无即个报病的厝，野外蚊仔遐济，阁有奇奇怪怪的动物，猫鼠啦、蛇啦伫遐，你只有进入即个报病的厝，暂时得到温暖，得到安全。所以人活伫世间，咱也袂当完全脱离物质、肉体的需要。弟兄姊，使徒保罗鼓励哥林多的基督徒，爱提升家己的生活，袂当干那注意着生活中间的物质，常时也爱注重灵性的生活。当然，咱爱知影。咱无亲像，咱即马活伫即个现代社会，咱毋是亲像2000年以前才会初代基督徒。古代的人大部分一工才有一顿，就已经感谢上帝啊！哦，咱知影以前迄个正常人，哦，有时阵，哦，
要去做事，就简单摕一寡物件，做事做一工，暗时转来，会当食一顿，真正食一顿。但是，一工会当真正食的一顿饭，可能敢若暗时一顿，然后做事的时阵，敢若简单食一个物件安尼。以前的人，2000年初代教会的人，是勉强会当食腹肚袂枵，就感谢上帝啊！佮爱做事做啊真辛苦。咱现代人毋是，咱活伫即个物质丰富的现代社会，咱毋是干若求食饱尔，但是，当咱活伫即个物质无欠缺的生活中间，咱检视共款伫遐规工想到的，就是物质享受的追求，直到咱无闲却无办法安静来思考生活的意义是啥物。差不多几冬前，即个日本，因拢足爱，讲一冬的代表词是啥物，对无？差不多2010几年迄当阵爆买，爆买，这是对日本人，迄当阵，讲到遮个观光客啊，大部分是中国的观光客，讲去日本旅游，然后看到即个免税商店。拢买起来，佮看到啥物，迄叫做雪肌精，也是讲啥物 SK2，就全部拢买，看到有偌济就买偌济，也是像迄个目睭药啊，点目睭即个目睭药水，几冬前嘛真时行，观光客去日本拢杀一大堆，这叫爆买，这爆买的行为，敢就是迄款咱会想讲，有时咱会想讲，咱出国旅游就轻轻松松就好，结果咧，煞变做去免税商店大卡细卡，安尼，也是讲本来要去看风景的，看啥物名胜古迹的，煞为着要去买即个俗的物件。为着实现爆买，煞重要的所在无去，所以人讲你去日本，你去倒位？我去唐吉诃德，唐吉诃德嘛，迄个爆买的所在，这就是过头的物质的追求，敢若看到物质，哇！日本即款物件真俗，比台湾俗足济。日本即款物件去一定爱买，然后咧，煞为着采购，本来安排是要去佚佗的，要去看风景的，要去认捌日本文化，煞规个拢即个焦点煞偏去，结果讲我一冬我去过乌萨卡啦，去过倒位，煞讲袂啥出来。讲有啦，倒位有俗的物件会当买，这就是过头的物质追求，煞互咱连一个轻轻松松会当去佚佗的心情拢无去。讲到咱基督徒的生活，敢有可能也变做安尼？伫物质的追求中间。煞互咱心中迄个宝贵的平安欢喜煞失去，所以使徒保罗就点出，其实咱的内心拢渴慕迄个天顶的家，咱渴慕迄个天顶的家，就亲像牧师真爱。用的咧，因为30岁以前，真正迄当阵足爱去录影的，毋知影为虾米，迄当阵足爱录影，迄当阵佫毋是伫教会牧会，伫大专中心，
所以带大学生去鹿营，真好耍，规工迄办野外礼拜，吼、啊，毋知影为虾米吼，少年的时阵，吼、好好吼，愈写感觉大家无心色，啊去外口去野外去遐过暝，啊伫野外伫遐煮泡面，啊大家都感觉真心色。但是鹿营转来拢会感觉全身躯会痛，所以鹿营的第3暝、第4暝就会望讲紧转来厝里困眠床，毋知偌好拄偌好。这就对比伫人的内心，咱活伫世间，咱心中拢会刻薄迄个天顶的家，因为咱伫生活的中间，咱承担着真侪重担，咱因为遮个重担，咱会伫遐吐气。咱期待会当伫真侪生活中间的辛苦中间，咱得到讨棒，也会当互咱所面对的痛苦会当停止。咱生活有压力，咱到伫年长的时阵，可能咱心中会有一个压力，健康的问题，也是孤单，种种，咱拢是需要会当得到安慰，互咱经验着伫地里，亲像伫天里，伫即个世界天堂伫人的中间，即款的感受。人间天堂啊，所谓的人间天堂，咱需要得到安慰，咱需要有平安，咱需要经历着迄款完完全全的欢喜。所以上帝授予咱圣神，互咱会当伫即个所在，伫即个时刻，会当经验着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啥物叫做人间天堂？啥物叫做圣神？互咱伫即个时刻、即个所在，经验着上帝甲咱做伙伫地，就是圣神，互咱会当搁较深刻经验着灵性层面的生活，互咱毋是干那看着现实生活中间，才会生活的压力、人情的压力。健康的压力是咱经验着有搁较好的，灵性啊，互咱伫咱伫一个世界中间，咱会当谈着天国的滋味，上帝甲咱做伙伫地。有人讲伫教会中间，其实咱爱追求的，就是咱来到伫教会，咱是会当伫即个所在。谈着天国的滋味，这就是教会爱追求的。毋是大家无闲啊，要害规工伫遐办出一个活动，然后活动主办者规工伫遐烦恼啊，聚会阁要到啊，若参加聚会的人数伤少要安怎？甚至会规工伫遐烦恼，伫教会办活动，开天窗怎么办？所以聚会煞的第2天就开始去招，后礼拜爱来聚会，后礼拜爱来聚会。若是变做安尼，你来到教会，你会感觉反倒转变成地狱。但是教会应该是互咱伫遮谈着人间天堂，互咱会当感受到。就是互相帮衬、互相关心，是互咱会当伫即个环境中间，咱感觉非常自在。我毋免烦恼讲我今仔日，我头毛无热啊，我敢会互人讲？也是讲我今仔日要出门，发现讲哇，我无歪写字啊，安怎我今仔穿 T 恤。运动衫，我讲敢会去教会，互人讲穿着不得体，
也是讲我感觉真自在。我知影讲大家会接受，就是即个真实的我。所以可能我讲话较大声，还是我讲话较细声，也是我话较少，也是我较袂晓甲人伫遐即个交际手腕，我可能是一个较安静的人。但是你来到伫教会中间，你感觉大家有缘接纳我，就亲像上帝听我共款，大家也接纳即个原本的我、真实的我。人间天堂，人间天堂，圣神互咱伫即个世界会当谈到天国的滋味，就是上帝甲咱同在。就算讲咱需要面对生活中间、现实生活中间的困难，咱有面对着挑战，甚至咱有时阵会拄着艰苦事，但是圣神互咱会当经验着上帝甲咱同在，就亲像来到伫教会，会当感受着上帝听我，所以。兄弟姊妹也接纳即个原本的我，就算我无完全，兄弟姊妹有缘接纳我，所以感受会着上帝听我，这叫做人间天堂。这才是教会爱追求的。也牧师也牧过讲，拜一到礼拜每一天拢有聚会。每一天当然聚会有时阵牧师人教就好，有时阵牧师就是来遮做聚会前的祈祷就好，毋是讲每一个聚会拢牧师的法导，但是也经验着迄款的教会生活，所以有体会着，就是教会爱追求的，毋是足侪活动啦，毋是足侪活动，迄社会上有足侪club。办搁较大，搁较深色，但是人间天堂来到伫教会，互咱担会着天国的滋味，这才是真正教会爱追求的。然后圣神也互咱的物质生活会当甲灵性生活会当有结连。物质生活甲咱灵性的生活会当有结连，所以咱大家咱得到感动，用咱的温素，用咱的材料来到伫教会来服侍，这就是物质生活甲灵性的一个结连。咱也关心着咱即个灵性的团体，咱的教会物质顶面的需要，所以咱在座有会晓修理物件，所以咧来到伫教会看到啥物物件歹去，你着自愿来修理，也是看到教会某一项事工有需要，电脑的专长、网络的专长。音乐的专长，所以来运用家己的温素，这就是物质生活甲灵性生活的结连，也是用咱会当帮赞、会当关心咱兄弟姊妹，咱将咱生活甲团契来结连。当然，专心伫焦点伫生活中间的灵性层面，这就是咱爱靠信心来活，靠信心来活。所以希伯来书，这个11章的第1节，讲信就是所仰望的实在，甲未看见的事的标准。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咱靠信心来活，就是活出属灵的模样，就是生活甲行动的中间，咱爱表现出，要显明出有上帝，显明出是上帝迄掌权，以及显明出咱甲上帝的关系。这就是灵性属灵的款式，这就是靠信心来活。所以伫生活中间，咱爱通过灵性的操练，互咱家己甲上帝的关系搁较亲密。所以祈祷、读圣经、参与礼拜，以及伫教会的服侍，这叫做灵性的操练。所以咱有兄弟是自愿伫礼拜前来摒扫教会，这也是灵性的操练。伫摒扫的中间，伫教会内底摒扫，其实有时阵，咱是用行动去祈祷，咱是用咱的行动来回应上帝，来见证上帝的疼。咱拜五暗有时间讲读经，咱伫礼拜中间，咱吟诗祈祷，咱也做伙读圣经。咱伫个人的祈祷的中间，咱甲上帝有亲密的互动，然后奉献，这也是靠信心的生活，也是一款灵性的生活。因为若毋是圣神的感动，人无可能愿意无私心来为教会的事工来献咱的心，献咱的金钱。也献出咱的工，无私心的奉献，这只有靠着圣神的感动，然后彼此来服侍、服务别人。若毋是圣神伫咱的生命中间带来改变，咱无可能是变成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因为人拢是大先注意着家己，人无可能活落来、生落来就主动的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这就是大大所讲的，人的生命已经超越着物质层面。到伫会关心别人，会体贴别人，会同情别人，会愿意用行动照顾艰苦人，这已经是生命的提升啊！咱基督徒就是爱靠着圣神，互咱的生命提升，毋是干那物质的层面，只有属灵的生命。咱活地才是为着服侍，为着服务。咱活地毋是为着掌握，毋是为着满足咱家己的需要。所以弟兄兄姊，上帝赏赐咱生命，绝对毋是只是爱咱为着工作、趁钱。吃喝玩乐到底死，上帝赏赐咱生命，咱生命的意义绝对毋掠安尼。天父上帝通过圣囝耶稣，互咱甲伊会当建立关系，互咱因为主耶稣基督做咱生命的救主。因为咱接纳圣神的做工，伫咱的生命中间，咱得到永远并且丰盛的生命。所以，愿咱会当伫即个物质世界中间，咱活出属灵的生命，靠着信心来面对现实生活中间各样的挑战。
咱拢会当伫即个时刻，伫即个所在，咱拢会当时时刻刻经验到上帝同在的人间天堂。咱做伙额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真感谢你，透过使徒保罗，互阮知影，阮活伫即个世间，阮的物质生活就亲像阮通过暝的即个布平的厝，但是你已经守护阮即个属于你的永远的家，就是你守护圣神伫阮的生活中间，伫阮的生命中间，互阮活的不只是为着物质的追求，阮活的不只是干那为着家己过啊好就好，阮常时是活伫主你的疼的中间，阮也用主你的疼来彼此相疼，彼此相照顾，彼此关心。你也爱阮靠着圣神来活，就是互阮无搁干那是看着物质，阮搁看着迄个生命中间搁较美好的，就是有主你的同在，有主你疼的显明。阮也无搁干那是活地为着家己好就好，阮是用主你的疼彼此相疼，搁互主你的疼透过阮所讲所做，阮来见证，也显明伫众人的面前。你也爱阮，就是用服务来成做阮生活的重心，互阮愿意来服侍，去做即个所在，就是人间天堂。去做即个所在，就是有主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你也爱阮，互阮的教会成做众人仰望的记号，互阮四周围阮的厝边头尾，阮的亲人朋友，拢会当平平领受着你的疼，会当平平经验着你的温暖疼痛，也通得到丰盛的生命，甲袂改变、袂互人夺走的欢喜快乐。主啊，求主你的圣神，互阮成做和平的使者，伫即个充满扰乱冲突的世界，阮会当有主你甲阮做伙同行，也互阮会当为着主你的疼甲温暖做见证。主啊，恳求主你的圣神也帮助阮，互阮会当甲主你拿来拿亲近，会当互主你的圣神来改变，互阮拿来拿通见证着即个所在，就是你的国的成全，就是地上的天国。主啊，恳求上帝你看顾甲带领，阮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感谢牧师用圣经的话语，甲咱三面的，互咱活出更较有灵命的生活。这是咱三教内面应答的诗，应答上帝的诗，圣诗第575首，72首，圣诗572首。心目五主坚固，就是赎罪耶稣。
救主上帝，求你听我祈祷，罪恶洗清到无，互我专心倚靠归向上帝。圣诗572首，请咱大家起立来吟。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请吴用结束甲玉洁结束来书献。请咱大家起立来吟圣诗380首奉献的诗。这时我来报告，请咱大家掀开周报。报告事项第一项，咱3月初1日，就是即摆起这个礼拜六，要伫
苏文干长老甲社保的徛家，就是咱遮即个隔壁巷啊，即个隔壁的即条路吼，梨山国中门口即条，要踮遐举行家庭礼拜。咱若要参加的，小妹结束来报名啊，通来小可统计一下人数吼。啊，拜六迄天10点，早时10点吼，要伫教会门口吼，一楼门口遐集合啊，牧师祈祷了后，咱大家用行的过去就会使吼。第二，最近流行感冒疫情较严重啊，即马报电视嘛一直呼吁大家爱做好各年的防疫吼。啊，建议有感冒的症状的，也是体力即个抵抗力较差的兄弟，咱聚会时来戴即个喙罨吼。第三，礼拜五暗时的查经吼，本月开始已经采用每周圣安宫吼，咱迄本圣安宫后面教会桌仔顶有每日，后壁面嘛有一个每周，用每周的圣安宫，请兄弟来踊跃参加，来出席。第四，要安排家庭礼拜，兄弟哦，请来通知咱牧师，也是长老拢会使。互人通来安排吼。第五，后礼拜主日礼拜，即个题目甲经文，咱家己来看，啊，嘛会当通先来学习。咱来看咱的聚会活动吼，咱主日礼拜是主日的上午10点。圣歌的练唱是主日上午8点45分，咱查经祈祷会是每礼拜拜五的暗时7点半，啊，咱插花班每个月的一遍，啊是伫拜六的上午10点嘛。咱即个查经祈祷会的讲节，咱家己来看，啊会当先来学习哦。咱过来看即个顶周奉献甲出席的人数，咱家己来看。啊，奉献的部分若有毋对的，则来民兵结束，也是小妹会家来竞争吼。咱来看圣港事奉吼，咱即礼拜交代是社保这甲苏长老，啊，插花是杨长老，青扫是社保这吼。咱后礼拜讲道是咱叶牧师，书会是杨长老，书琴是义节执事吼，领唱是杨长老，书宪是民兵执事甲武勇执事，交代是友来兄甲谢荣姐，啊，插花甲青扫拢是手妹执事吼。咱来看正边的。下面的本周的金句吼，是伫哥林多后书5章第9节，这是我先来读一遍吼。所以无论踮伫身躯，也是离开身躯，阮所得的，是互伊欢喜。咱用台语来读2遍，然后再用华语读一遍，请。所以无论踮伫身躯，也是离开身躯，阮所得的，是互伊欢喜。所以，无论踮伫身躯，也是离开身躯，阮所得的，是互伊欢喜。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哥林多后书5章9节。这是请咱大家我来用拱手来向四周围的人请安，啊，大家平安。这是请咱大家来吟上咏的诗，圣诗398首，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天父上帝赏赐大福，听咱亲像囝儿，听咱亲像囝儿。请咱大家起立来吟，吟诗写，请牧师祝祷。
活伫世间，就是爱互圣神来带领，互咱所讲所做，拢会当见证，就是即个所在，就是地上的天国，因为有上帝甲咱做伙伫咧，有上帝迄引带，也有上帝带咱做伙来面对现实生活中间逐款的挑战、困难，以及咱所经历过的痛苦。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的恩光变照恁，让慈悲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守护恁平安。阿门。请坐，灭道避讳。